主任，我跟俊宏回来后觉得很紧张。主任，我同准粉转來過後吃到當緊張。主任，我同准粉轉來過後吃到當緊張。想照顧好公婆，又面對不同的環境，想要服侍好家幹家娘，又會面對無窮樣嘅環境，想要服侍好家幹家娘，又會面對無窮樣嘅環境，常常睡不好，脾氣也變得煩躁，接上睡唔好，身體也變到動唔好，接上睡唔好，身體也變到動唔好。這是一定會的。俗話說，新婚3年都還像是客人，也聽錯係安尼誒。人講做新娘3年新年客，也聽錯係安尼誒。人講做新娘3年新年客，畢竟你對這個地方是陌生的，也隻所在對你來講還係當上婚，也隻所在對你來講還係當上婚。這樣我該怎麼做呢？家娘，我要用嚟做較好。家娘，我要用嚟做較好。我不想帶給家人不必要的壓力，我唔想帶本戶客人冇必要嘅壓力，我唔想帶本戶客人冇必要嘅壓力。一品，今天下午衛生所有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一品，下晝衛生所有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一品，下晝衛生所有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建議你可以去請求專業協助，建議做得去請求專業協助，建議做得去請求專業協助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來預約一下門診。啊，很好啦，我來醫藥門診。啊，很好啦，我來醫藥門診。和諮商師聊聊吧，你陪着俊宏一起回來，真的很勇敢。去同諮商師談一下，唔批准份向下轉來，真應當勇敢。去同諮商師談一下，唔批准份向下轉來，真應當勇敢。謝謝主任，我會加油的。主任按指示，我會加油。主任按指示，我會加油。